那个可以帮我录一下吗，Daniel？好，我在帮你录了。Daniel，你可以就是没关系，我就是想要唱给 Daniel 听，就是他现在很忙。OK， 好，那今天我来唱一首歌，就是呢，就是因为常常我们都是对女朋友很肉麻，可是对妈妈一点都不肉麻。哎，干嘛笑？笑的是这个意思吗？笑的是同意我跟你说。好了，没有，其实有时候哈，不要讲太多哈，讲太多好像就是透露我太多事情。就是呢，好，那个我要唱一首歌。应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就是它其实是一首情歌。那其实我想要给我妈妈，对，就是听一看这首，不知道她有没有知道，因为最近我学这首情歌，可以帮我拍一下吗 ，Daniel？ OK。我心稀微，想起当时初恋情绵绵，甲想也是，袂当放过你。无了路面，雨水落袂离，阮只有定着阮一支又一支。会唱可以一起跟我唱吗？就是那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修西跟我不知道，有时候诗要念西跟我唱，修
苏联，对，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对这个字没有办法念得很清楚。我刚刚有唱对吗？修苏吼，修西吼。好，没看随便。好，那再来第二首。还有时间吗？还有时间，我唱一首。好，这首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那就是也是他们喜欢为台湾就是年轻人啊，然后为台湾发声，他们喜欢用台语来写一些歌。我不知道我之前有唱过，可是我有点忘记了。Okay, the next one is Katie.
you guys to Solo by Joshua. The name of the piece is Titanium. Go side.
两个钟头就被我赶走。Okay, next one, Handle Group. Let's go. Stop. 大家好，Are you sleeping？
我也是简单的。其实这样做 easy 哈，大家会当参加。你如果参加，所以我提示去被等去。手作很好玩，大家来参加，一人只要负责2点。我不会骂人。各位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的恩典，予阮今仔日三甲组织而且来纪念来庆祝母亲节。阮特别求你的恩典满满，伫阮所有的妈妈因的身上，过去因的辛苦，祝你纪念。将来日子祝你心事快乐，甲智慧，互因，也互因会通尽你所交代伫因手中的职分，来教育，来养育因的细囝。阮也要三甲来啉者，求主你赐福阮的啉者，互阮有快乐来见证主你的名，或者来先献上感谢，基督教主耶稣的圣名，阿门。